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馬鞍山嘅匯晴去睇一個開放式單位。而家我身處喺2座嘅低層 B3 室，實用面積為238尺。咁而家喺露台望出去呢，都會望到呢一個馬鞍山嘅運動場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住聯絡我啦。一打開大門會嚟到玄關位。咁旁邊呢就會係廚房啦，而另一邊呢就係廁所啦。廁所呢度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而廚房嗰度呢就係一個橫條形嘅開放式廚房。嚟到瞓覺休息嘅地方，呢度嘅空間呢都好正方。景觀方面會望返眾安邨嘅方向，而左手邊呢就會望到運動場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住聯絡我啦。